excused genocide by arming 天 Israel 啊 with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enabling slaughter of over 40,000 Palestinians, of which 7% are women and children. 日前呢，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穎欣呢就出席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嘅歧視婦女和女孩問題工作組，並且呢就公開發言。佢譴責美國呢向以色列提供大規模嘅殺傷力武器，助長種族滅絕。佢認為各方呢應該立即停止敵對行動，並且解除呢對加沙同埋伊朗嘅制裁，絕唔能夠呢令下一代再度成長喺戰火之中。面對世界嘅英語發言，陳議員呢全程都冇睇稿喎。呢種畫面真係幾罕見㗎。點解話罕見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就會發現近年好少見到香港政治人物呢喺公開發言嘅時候可以唔低頭讀稿㗎。能言善辯本來呢就係從政者嘅基本條件。以前嘅政治人物喺議會發言嘅時候呢，雄辯滔滔，口若懸河，手上嗰份稿呢，其實只係用嚟作提搶輔助嘅啫。偶然只係望幾眼，發言嘅內容呢，其實一早擺咗喺心裏邊，記咗喺腦裏邊。遇到數字或者係名，為免記錯，先會耷低頭望一份稿。其實演說技巧其中一個重點呢，就係要同聽嘅人有目光嘅交流。細個嘅時候阿媽都有教落啦，同人溝通係要望住對方講嘢㗎嘛。但係唔知幾時開始，香港人呢就越嚟越失去咗呢一種本能。普通人唔識呢就尚且情有可原，但係作為政治人物，總係要低頭讀稿呢，咁真係唔合格啦。睇翻立法會嘅辯論，絕大部分發言嘅議員呢，都係由頭到尾攞住份稿嚟讀㗎，有啲甚至連文稿裏嘅書面語呢都照讀埋出嚟，咁點算係辯論呢？講嘢有自信，聽嘅人呢先會被感染，從而呢就對你產生信任。照稿讀嘅原因不外乎兩點嘅啫，就係怕同埋懶，怕講錯同埋難背書。如果香港要培養政治人才，培訓嘅第一課不妨就由擺低份稿演講開始。冇稿就唔識講嘢嘅人，實在唔適宜從政啊！